头起先来看阿里山林铁的人员昨咧巡逻时，经过嘉义市新生路的平交道，煞去弄到一台硬要冲过铁基路的轿车，有一个林铁员工受伤送病院。原来林铁这方面是表示讲会交予警方依法来甲开发，嘛会甲这吊水车主讨赔偿，也有医疗的费用。阿里山林铁导班人员伫23透早5点外塞街车进行巡逻勤务的时阵，都经过嘉义市新生路平交道边仔，就冲出一台车，林铁员工未负反应，发生相撞的事故。毋但台车互弄甲离开铁道，佫造成一名林铁的员工为台车摔落的受伤。平交道的警示、高警设备及遮障管都正常作用下，仍遭闯越平交道之自小客车撞击，造成台车一位同仁摔落台车。明明平交道的栏杆已经降落来，赛车的驾驶也是抢紧硬要冲过。发生相撞的车祸了后，轿车的驾驶嘛连面落车来关心，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，赶紧将人送去病院。请警方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方向侦办，本处亦会向肇事者求偿同仁的医疗费用及台车的修复费用。林铁处表示，这件车祸无影响到阿里山火车的车帮。林铁处嘛呼吁，平交道有警示的安全设备，若是有启动的情形，就是有火车也是台车要来通过，用路人拢爱停车等候。硬要撞过去的行为，除了要面对法律的责任，嘛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事故，甚至要赔偿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